杜文泽，你这是要做男人公敌的节奏，从矮胖矬变成肌肉猛男也就算了，床战直击女神还有人给你发工资 ，Q 主播我只能代表全體屌絲羨慕死你。拍呢啲戲咁有反應都係亦都好自然啫，必然㗎啦。因為即係呢啲人類嘅身體構造就唔係我發明㗎嘛，係嘛？即係佢哋會覺得咧，如果你冇反應咧，就係佢哋有問題，就會問究竟我做錯啲咩咧？咁就我亦都覺得即係作為我哋香港人，即係都係禮儀之邦啦，係咪？咁都好應該向佢哋所有人表達敬意嘅。